歡迎咁多位嚟臨今日嘅音樂會。喺開始欣賞表演之前，有幾點事項需要注意㗎。穿着可以休閒輕鬆，但係就唔好太過隨便。觀眾應該喺演出前15分鐘到達表演場地。如果遲到嘅話，可能要等候安排先可以入場㗎。演出開始之前，觀眾可以參閱長刊曲目介紹，了解樂曲嘅內容。而演出期間，盡量避免行出行入，以免影響其他嘅觀眾啊。另外，場內禁止飲食、拍照、錄音同埋錄影，觀眾亦都唔應該製造噪音，同埋避免拎出手機等發光嘅裝置。記住，樂章與樂章之間係唔需要鼓掌嘅，觀眾應該等到成首曲目完結先至鼓掌。如果覺得表演精彩，可以報以持續嘅熱烈掌聲，以示尊重同埋讚賞。樂團可能會 encore 演出㗎。